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进前互周刊来压料，讲过去捌伫台北的南港买7200万的豪邸，引发着大众质疑韩国瑜百姓市民的形象。韩国瑜的竞选团队早起开记者会，甲韩国瑜李家芬翁仔某为民国82年开始所有房产买卖资料公布予大家知，讲总共买6间，卖掉5间。赚554万。韩国瑜的竞选团队讲，市民无代表无经济能力，讲韩国瑜买卖房屋一切正常，并无违法。伊嘛请总统蔡英文嘛要甲房产向外界来公开。国家机器老大哥们希望能够就此收手。要解决外界对韩国瑜有房地产的怀疑，韩国瑜家己无来，请竞选团队一摆公布所有房地产买甲卖时间。第一间是82年3月份，做入买时700万买镇江街林园，讲资料被公开时国家机器介入。如果连当事人都查不到的资料，为什么这些的媒体可以拿到？这份申报资料，这个专刊在监察院有，在国家图书馆有，从他就任立委到他卸任都在这里面。为头一间镇江街林园开始，韩国瑜翁某就开始伫双北买厝。96年5月份，房求东方明珠总计4177万，贷款3716万。99年卖出的是赚1642万。同年9月，伫内湖买一间总计差不多是3900万，贷款2200万。卖前卖出去，过两年100年，又搁伫南港买一间总计差不多是7378万。淹过2间厝头期款加起来，就要3641万。韩国瑜市长虽然没有工作，可是他的妻子李嘉芬女士一直都有工作。7200万的这个当做庶民1/1000的人才买得起的房子。除了双北，再加上婚姻加拿大，韩国瑜翁某买6间卖5间，总共赚554万。竞选办公室澄清讲，市民不是平民，买卖正常，并无违法。嘛讲希望总统蔡英文直接将房地产向外界来公开。